人生就好似整餅一樣，要一步一步嚟，做錯咗一步就要從頭嚟過。大家開始學整餅嘅時候，都唔會一次就成功嘅。失敗咗就要不停咁試，做到成功為止。呢一年嚟，你有整過幾多次餅呢？其實冇乜所謂，只要我哋可以從中吸取經驗，喺新嘅一年裏邊重新再嚟，揀自己要行嘅路，咁明天就會更好啦。大馬部落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萬事如意。